大家好，歡迎收睇虛擬實境 VR 與擴增實境 AR 網上課程第二堂虛擬實境 VR 同擴增實境 AR 嘅應用。隨住科技發展 ，VR 虛擬實境同 AR 擴增實境正喺度逐漸改變我哋同數碼世界嘅交互方式，為我哋帶嚟豐富嘅創新體驗。今堂課將會介紹 VR 虛擬實境同 AR 擴增實境喺教育、醫療健康、旅遊娛樂以及商業等領域嘅實際應用場景。首先係教育領域，正如第一堂所講 ，VR 嘅特點係能夠創造完全虛擬嘅環境。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 VR 技術所創造嘅虛擬環境，俾學生進行實境學習。例如喺學習地理嘅時候，學生可以透過 VR 技術親身去到世界各地嘅自然景觀，從而更直觀咁理解抽象嘅概念，提升學習效果。另外，亦都可以喺虛擬嘅化學實驗室入邊進行各種實驗操作，觀察化學反應嘅過程同結果，而唔需要擔心實驗過程嘅危險。而 AR 技術就能夠透過將虛擬嘅資訊疊加喺現實場景入邊，令知識可視化。比如學生可以透過 AR 設備掃描書本上嘅圖片或文字，睇到有關嘅三維模型、動畫或視頻等，令學習更加生動有趣，亦有助於加深印象。第二，醫療健康領域，利用 VR 技術，醫護人員可以模擬各種手術場景嚟進行練習，以提高手術技能。此外 ，VR 技術亦都可以用喺復康訓練入邊，透過虛擬場景引導患者進行復康訓練，以提升患者嘅康復意願同效果。而 AR 技術就可以協助醫護人員喺手術入邊獲取患者身體內部嘅實時虛擬影像，從而更精準咁進行手術操作。AR 技術同樣可以應用喺復康治療入邊，透過對比理想動作軌跡同使用者嘅實際動作，協助患者更高效咁進行復康訓練。第三，喺旅遊娛樂方面 ，VR 技術可以應用喺虛擬旅遊同文化展覽，令我哋足不出戶都可以遊覽世界各地嘅名勝古蹟，觀賞博物館嘅館藏等。此外 ，VR 技術亦都經常應用喺遊戲領域，玩家可以透過 VR 設備進入三維嘅虛擬世界，同遊戲角色及環境進行互動。呢一種身臨其境嘅體驗，能夠極大咁增強遊戲嘅趣味性。而 AR 技術就可以為遊客提供虛擬導覽。例如透過 AR 設備掃描歷史古蹟，就可以睇到虛擬嘅重建圖像同相關介紹。另外 ，AR 技術亦都可以將虛擬地圖資訊疊加喺現實環境入邊，為遊客提供更直觀嘅導航。最後喺商業領域，透過 VR 技術，消費者喺購買之前就可以瀏覽商品嘅外觀同內在細節，甚至可以喺虛擬環境入邊嘗試使用佢。呢個技術可以為商戶嘅產品推廣同銷售帶嚟一定程度嘅促進效果。而 AR 技術就可以提升消費者嘅購物體驗，例如將全身鏡結合 AR 設備，顧客能夠即時睇到試着之後嘅服裝搭配。此外 ，AR 技術亦都能夠令到顧客喺挑選家私嘅時候，即刻睇到家私嘅立體模型同居家擺設效果，幫佢哋作出更合適嘅決策。今堂嘅分享到呢一度完結，而 VR 虛擬實境同 AR 擴增實境嘅實際應用，當然唔單止係呢一啲，仲有更多可能性等待我哋去探索。下堂課將會同大家分享 VR 虛擬實境同 AR 擴增實境嘅使用技巧同注意事項。再見。